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20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杭州的自来水。今天杭州发布公布了余杭区人民政府的一个情况通报，它这个通报很有意思，说7月16日8时，仁和水厂发现水质嗅味指标异常，经采样分析确认后，随即启动供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切换水源，供水水质得到有效控制，出厂水质安全。情况发生后，立即启动调查程序，并成立由国家、省级专家等组成的调查组，以初步查明导致异味的为特定自然气候条件下藻类厌氧降解产生的硫醚类物质。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溯源调查中，有关结果将及时公布。目前网上谣言较多，关于粪水的网络谣言，警方已依法查处，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对此事给广大居民群众生活带来的影响和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并将进一步加强管理，确保供水安全。余杭区人民政府2025年7月19号这个情况通报，大家自己可以再去读几遍，你就会发现怎么读怎么感觉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哪儿不对劲似乎你也说不出来。你要没有这感觉，你再去读几遍。反正我读完了之后，我就有一种感觉，它跟通常的那个情况通报啊似乎不一样的地方，每一个字你都认识，但是把它合到一起，你读完之后云里雾里的，不知所以然。后来我仔细看了2遍，我发现它好像没有主语。它前面说仁和水厂发现水质嗅味指标异常，那是仁和水厂，就是经采样分析确认后，随即启动供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切换水源，供水水质得到有效控制，出厂水质安全。这个都是主语，都是仁和水厂，对吧？说仁和水厂发现了什么指标异常，仁和水厂马上就去采样，启动供水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然后仁和水厂切换水源，供水水质得到有效控制，仁和水厂出厂的水质安全，这没毛病。问题就在下面这一句，他说情况发生后立即启动调查程序，并成立由国家、省级专家等组成的调查组。这个就好像是跳跃了一下，情况发生后立即启动调查程序，是谁启动调查程序？要么就是仁和水厂，沿着上文所说，情况发生后仁和水厂立即启动调查程序。如果是我们的读者习惯，一定是这么理解。但是仁和水厂启动调查程序，成立国家、省级专家组成的调查组，这似乎好像也不符合情理。那就是这个情况通报的发布方，它是主语，那也就是余杭区人民政府在情况发生后立即启动调查程序，并成立由国家、省级专家等组成的调查组。这个似乎好像也不符合常理，对吧？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政府成立由国家、省级专家等组成的调查组。余杭区人民政府是哪个级别的？你怎么还能成立国家、省级专家组成的调查组呢？你叫得动这个国家级的单位吗？不要说国家级单位，你就是省级单位你也交不起，你就是杭州市的这个上级单位你也叫不动它。所以说很有意思，到底是谁立即启动调查程序？按照咱们的这个经验，就能把事情说清楚，但是他不说，那就是皮裤掏棉裤，必有缘故。最后就是说你这个调查结论还没出来，你说了自己也说了，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溯源调查中，有关结果将及时公布，这个没问题，因为它需要时间。但是后面你马上就说网上谣言较多，关于粪水的网络谣言，警方已依法查处，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你自己的答案还没公布，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你自己还在调查，你需要时间，大家都能理解。你自己答案没出来的时候，你就说别人都是错的，是不是这个逻辑啊？你标准答案还没公布，你就说其他答案全是错的，都是谣言，让人感觉难以服众。当然了，网上确实是谣言很多，那也等着你这个标准答案公布以后，你说那其他都是谣言，这么一说比较严谨，就搬出警方说对这些谣言已经依法查处。
那你这里面有没有冤假错案？万一你公布的结果跟某一条谣言一样呢？这个谣言变成遥遥领先的预言呢？为什么他要重点说粪水这个谣言呢？我想大家都心里有数。你说上百万人家里水龙头弹出来是粪水，那这个不要说别的了，心理阴影得有多大？这个都不要说赔偿了。你说往下以后这些人他怎么生活？一打开水龙头，一洗澡他想着留下的是粪水；一打开水龙头烧水、洗菜、做饭，那他就想到粪水。所以说，对粪水这种谣言啊，粪水说那是坚决打击。对很多网友来说，这一次事件发生在网红城市杭州，发生在互联网之都，发生在叫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杭州，发生在半年前春节的时候还在大肆的宣传杭州六小龙，对标美国硅谷的杭州，所以很多人多多少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甚至有点遗憾，难以置信。但实际上杭州自来水的问题，它这不是第一次。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个视频，也是一个记者，巧了，这个记者刚出道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杭州的自来水，他就负责去调查。这个记者他做了个视频，他历数了这几年杭州的自来水出的问题，大家看视频。今天说一下杭州自来水的事情。我当然知道说这个话题一定没流量，但是作为一个干了10多年的老记者，心里面的郁结仍旧是不吐不快。因为杭州自来水从来就是一个老大难问题。2011年我刚工作那会儿，跑的刚好就是环保线，线上面遇到的第一个重大选题就是杭州自来水的异味，一模一样，也是夏天，也是杭州良渚一带，也是自来水异味。当年这间本地的报纸《钱江晚报》接到很多读者的来电，小区里面的自来水有一股类似于樟脑丸的气味，而且味道越来越浓。什么原因呢？当时的判断，罪魁祸首是一种叫做苯酚的物质。因为当年的6月4号，新安江流域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危化品车被撞翻了，车内的苯酚被大雨一起冲到了新安江中，而新安江刚好就是杭州几个大型水厂的上游。我查了一下，当时的通报是大概有20吨泄漏的苯酚随地表水流入了新安江。水务集团也承认自来水的嗅和味是不符合饮用标准的，所以当时水务集团还呼吁良渚、平遥的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随后呢，杭州开了好几场的发布会，说是会通过新安江大坝、富春江大坝加大下泄水量，加快水体更新，试图解决异味。6月7号的时候，数据显示水厂取水口的苯酚检测不超标，自来水安全了。但是呢，民众没买单，为什么？因为味儿还在。在后面的调查中印证了民众的猜测。当时杭州市的专业检测部门对水源地调息的原水进行了检测，发现了水里面出现了差不多10种苯烯类的有机物质。后来被证实，除了那辆危化品车之外，杭州的自来水还有污染源，那就是南调溪上游的临安青山湖工业园区。我记得我当时就去了这个工业园区一家名为万马的电缆厂采访，因为他们是园区里面比较大的企业，所以呢，当时我们想去看看它的雨水口，但是毫无疑问被拒绝，被推搡。但是事后证明，锅就是这个万马电缆厂的，他们的上套分厂的锅炉房在那一年3月投产了。公司的锅炉房的操作工在操作中发现，燃油泵皮圈老化的时候就会发生轻油的泄漏，而更换皮圈的时候引起的泄漏就更加严重了。但是为了操作方便，他们会直接用水将部分泄漏的轻油直接冲入附近的雨水沟，然后这些轻油就在雨水沟里面积蓄了。那一年的6月4号，临安区突降暴雨，将锅炉房雨水沟里面积蓄的轻油冲入到雨水管道，然后就进入了调息。最后万马集团和这个万马电缆分别被处以人民币240万元和160万元的行政罚款。那这一次的杭州自来水异味就到此为止了，只不过2年之后的2013年，异味又来了。2013年的那次呢，是投诉电话集中打到了杭州12345的市长热线上，集中的反映是自来水有塑料味，还有人反映自来水喝了之后嘴巴发干、喉咙痛。当然这一次不是城北了，是杭州的城西和城中片区，主要呢是钱塘江的水源。当时杭州市环保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表示各项指标一切正常。当时杭州市环保部门还派出了专门的嗅辨师，对钱塘江沿线8个水质监测断面开展了为期9天，每天2次，一共144次的嗅辨。结果表明，杭州市境内新安江水质嗅辨结果一切正常。但是架不住投诉的人越来越多。2013年的12月，
投诉开始爆棚了，那只能挖地3尺再找原因了。就在这个时候，公安部门发现，原来上游有不少人为的污染事件。桐庐一家名为金帆达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为了谋取暴利，将生产农药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交给没有处理资质的单位去处理。而衢州星河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萧山连环化工有限公司、阜阳博兴化工厂、德清德兴化工物资有限公司将这些有毒的废物运到了衢州、萧山、阜阳、德清等地，非法倾倒在城市的应景、农田、溪沟和运河内，造成的衢江、运河和农田严重污染，倾倒的数量高达3.8万余吨。其中，阜阳博兴化工厂的老板倪某指示自己的员工为金帆达装运了废水6300余吨，并运到了阜阳的境内，倾倒至阜阳市春江街道各个水沟和小溪里面。要知道，这些废水的主要物质是草甘膦，而草甘膦不仅对人体有毒，还有致癌性。但是13年年末，杭州自来水的异味是不是这个废水倒出来的呢？专家说不是，因为味儿不对。直到次年，也就是2024年的1月份，杭州自来水异味的元凶找到了，同样是一种化学物质，这个化学物质叫做磷疏丁基苯酚。那物质是从哪里来的呢？同样是化工企业偷排的。杭州检查了水源地上游的化工厂，一共7172家次，发现存在环境问题的企业有245家，其中有10家企业涉及磷疏丁基苯酚这种物质。那在把这10家停产停牌之后，困扰杭州小半年的自来水异味事件也就停止了。当然，这次事件之后，杭州的自来水依旧没有消停。时间来到2020年的7月，杭州西湖区双浦镇有村民反映，家中的自来水变色，水质浑浊，还伴有一股臭味，有一股腐烂的味道，吃了水还拉肚子。还有居民称，洗衣服的时候发现泡在水里面的衣服带有一股浓烈的腥臭味，洗了好几遍都洗不掉，很恶心，有点像粪的味道。那这一次居民的猜测依旧没错，因为导致水臭的原因就是易腐垃圾。所谓的易腐垃圾就是餐厨垃圾和农贸市场的废弃菜叶等等等等。为了提升易腐垃圾资源化的处置能力，政府在双浦镇湖埠村建立了易腐垃圾的处理厂，只不过在安装设备的过程当中，将热水回水管与处置点内备用集水管连接了。热水回水管是干嘛的呢？是将设备内里面的垃圾冲洗之后流出去的。那备用集水管是连接自来水管的，因为没做隔离，冲洗完滤罐的水就进入了自来水的管道。新京报的报道是，村民出现了消化和皮肤不适的症状，可以前往定点的医院免费检查和治疗。而村民在7月26号之后已经检查或就诊的，可以凭借相关的凭证到镇政府给予报销。那如今5年又过去了，又一次自来水异味来袭。最新的通报是，初步查明导致异味的是特定自然气候条件下藻类厌氧降解产生的硫醚类物质。至于为什么去年没有今年有，不知道；为什么别的水源地没有，就光城北有，也不知道。通报说呢，原因还在溯源，只不过前3次无一次不是拔出萝卜带出泥，那这次会不会有泥，有多大块的泥，那我们拭目以待。最后问了你我，所以说网友的疑问，网友的这个关心，作为一个互联网之都，作为一个网红城市杭州，新一线城市，为什么连个自来水都搞不好？如果说这个记者还不够权威，那昨天南方周末还有刊登一份报道，南方周末的报道标题叫直击杭州余杭自来水发臭事发水厂。它的报道非常详细，咱们就不一一介绍。他说这个粪便味、鱼腥味还是淤泥臭味，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说这几天几十万居民正研究家里的自来水为何发出来源不明的臭味。2025年7月16日上午，陆续有住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仁和街道的居民发现，家里水龙头放出的自来水突然发臭，有人用湿纸巾裹住水流，还能过滤出明显的黄黑色污垢。当天杭州市最高气温达35度以上，炎炎夏日的用水高峰期，众多居民措手不及，许多超市的矿泉水被抢购一空，还有居民放弃了洗澡，宁可抽一碗也不愿意冒险用水。好，南方周末说，这不是杭州第一次发生自来水污染事件，但可能是波及范围最广的一次。根据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仁和与良渚街道常住人口总和超过45万人，也就至少影响45万人。这个事情是非常大的一个事情。在咱们中国这45万人感觉好像不多吧？你很多欧洲国家45万人什么概念？南方周末他就报道了，他说粪水传言，
过去杭州已发生过2次自来水相关的污染事件。他说，其中一起也发生在应该叫调溪。这个调溪实际上就是这一次余杭区良渚还有仁和街道他们自来水水厂取水地水源，也叫什么东调溪。也就是说，东调溪这个地方以前还发生过一次自来水污染事件。2011年6月5号，那就刚才视频也介绍了，浙江万马电缆直接把污水排到这个调溪里面。2020年7月26号，杭州市西湖区双府镇湖府村发生自来水变色、发臭问题，有村民饮水后腹泻。这是南方周末报道的。他说，西湖区发布的调查通报显示，事件是双浦一府垃圾处置点设备提供方和运营方调试设备时不规范操作造成，导致污水进入市政供水管道。这个当年南方周末还详细报道了，叫杭州湖府村污水进入自来水管网，步步失守，何以发生？官方结论公布。南方周末这个报道说明什么？说明就是污水它也能进入自来水管网，那是为什么？按理来说，污水是污水的系统，自来水是自来水的这个系统，这两个是不可能有交集。污水它是靠重力、靠自然的流出排出，这个自来水它需要加压。南方周末说，出于对自来水厂净化能力的信任，以及臭水发出的有机物发酵味道，一部分居民揣测自来水管道错接，导致其中掺入了城市污水，有关粪水的传言不胫而走。也就是2020年7月份，这个杭州它已经发生过污水接入自来水管网，那就是大家自然就会想到，这一次是不是又是污水接入了自来水管网？所以就会出现这个粪水传说啊。南方周末他采访了很多专家，说一位来自某一线城市自来水集团的水质监测工程师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也就是说粪水进入自来水这个管网。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理由就在于自来水和污水分属2个独立系统，而且自来水加压输送，污水则大多是无压排放，除非这座城市以前是用自来水浇绿化，原有管道没有切开，随后错接了。你看看这个专家说的，他先说这是不可能的，微乎其微，因为自来水和污水分属2个系统。但是后面他也说了，有一种情况那是有可能，哪种情况是这个城市设计的以前用自来水浇绿化，就存在污水管道和自来水管道有交叉的这种，有交叉才有可能错接，所以专家说话比较小心，他没有说死。南方周末说，他说这一可能性同样被上述余杭水务工作人员否定。余杭区的水务工作人员说，他说余杭的这2套系统是完全分开的，所谓污水入户是彻底的谣言。同济大学城市交通研究院教授胡群芳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说除非水厂周边有在建工程，否则污水错接到自来水管的可能性确实可以排除。你看看它都有个前提，胡春芳说啊，如果水厂周边有在建工程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污水错接到自来水管，否则这个污水进入自来水管这个就可以排除。一位地下管线领域学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在开展污染源调查之外，涉事水厂还应该提供当时水厂的进厂和出厂水质检验报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也就是你这个水变质、污染或者是出现问题，是在你这个水厂这一端，还是在自来水管网这里面，这个责任就好分清。如果在自来水厂，那你还查这个是源头取水点导致的，那儿污染了，还是说你水厂在处理过程中出现问题，你出厂的时候就没达标？所以说专家说，你开展污染源调查之外，涉事水厂还应该提供当时水厂的进厂和出厂水质检测报告。如果是水源地或水厂工艺有问题，应该可以通过这些报告明确知道。胡纯发他说，有一种可能，作为专家他推测，他说有一种可能性是自来水厂切换水源，新的软水中某种物质和水管内壁发生反应，导致内壁脱落，影响水质。当然这个推测只是假设，结果还要以官方调查组的调查通报为准。就在官方通报出来之前，
南方周末他刊登的这篇报道，他说了，另外一种假设，则是自来水厂内部是否会出现问题，其中包含多种可能性。原水中出现臭氧无法消除的异味物质，水厂净化过滤后，废弃物又意外回流到自来水，负责嗅味指标检测的机器失灵等。但是这个专家又说，在正常运行的水厂中，这些意外的发生可能性极低，但在用电高峰的夏天，如果水厂出现短暂停电，则可能发生故障。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这个到底为什么发臭，还是众说纷纭呢？最终还得看调查组的通报。实际上，到底什么原因导致自来水变味儿、变臭，我相信把它查明白不难，但是如何让大家相信，这个不容易。浙江以及杭州给外界的印象，那是民营经济，是一个营商环境非常好的地方政府，打造的是一种叫服务型政府。这个报道在网上非常多，在浙江办事，在浙江投资，在浙江开公司，或者在杭州，那是服务在全国都是领先，给大家的印象通常都是这样。杭州又有6小龙，又有各种电商平台，数字经济。杭州是新一线城市，杭州的房价高，给人很现代很高级。那杭州出现自来水变臭，这个也难免。但是浙江省杭州各级部门应对这样的舆论舆情，应对突发事件，应对危害公共安全，好几十万人喝水，他采取的措施，他的应对措施，他的这个情况通报，才真正的彰显他的实力。如果杭州市或者浙江省相关部门的通报就像甘肃天水一样，通报完了之后网上还是一片质疑，那就说明这个杭州是叫宣传大于实质，看上去很好，实际上不过如此，表面风光，实际上跟西部地区是差不多的，这个难免让人失望。也毕竟大家看好这个新一线城市啊，毕竟有人已经把杭州吹成硅谷了，连个自来水都搞不定不要紧，出了事还不知道怎么出了事。如果是这一次不能彻底的查明原因，那肯定还有下一次，因为你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的嘛。一个地方的执政能力，一个地方的政府的水平，实际上就是通过这种突发事件展现出来。他在突发事件中的这种处理、善后以及总结、防范，大家还记得吧？3年口罩让很多人对上海重新认识。以前上海是中国的高地，但是3年口罩是不是把上海这各种不堪展现的淋漓尽致？面对这种公众事件，你就发现上海叫不过如此。所以我的意思是，杭州市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要痛定思痛，不能再虚头巴脑，要展现出与浙江经济相当的这种管理水平，不要让那些原本看好浙江的网友失望，认为杭州不过如此，它只不过是一个有钱一点的天水。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